极乐去。众生啊，众生啊，赶快的放下心来，修行，修行，放下屠刀，力的成佛就在你的眼前。法师感谢菩萨开悟之。我有一位弟子问吾说，清净大海众菩萨是代表什么菩萨呢？愿菩萨能给弟子再开示之。菩萨好的。西方清净大海众菩萨是其他众位菩萨的总称。清净是说极乐世界的一切菩萨都是很清净的。大海众是说菩萨的众多，就和大海一样，众生早晚就要和这些菩萨做伴侣，所以做早晚课时必须恭念西方清净大海众菩萨的名号，恭拜菩萨的意义就在此。法师不管是佛教、道教或各宗派，都有回向祭是代表什么意思？有何好处呢？菩萨回向祭的愿力用处很大，修行之人不论念经念佛号，念完之后一定要把回向祭恭念一遍。回向就是要把念佛诵经的功德汇集到一个想得到福报或消业的目的上，这是回向祭之好处之一。为什么念佛修行之人要念回向祭？目的见解如下：回向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而不但修行之人要念佛诵经回向极乐西方，就是做了善事、注印善书、慈悲放生、印赠经书等等善德，都要念回向祭，回向极乐西方世界。尤其修行之人，不应求什么名利、健康、长寿、事业光明等之果报。果能达到如此境界，你的道行已增加一分佛力，往生西方的愿力也就大一分功德了。修行之人若是不把所做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恐怕下一世只能得天道或人道享福的果报而已。那么依然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众生要了悟人间福报越大，造罪孽就越容易，因福报用尽，于下一世可能要受因律六道轮回之报，受苦受难，但愿修道者必须顿悟之。因此修行学佛之人必须把一切功德都回向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道行圆满寿终以后，就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愿无佛门弟子能认真修行，西方就在眼前。顿悟、顿恩。法师请菩萨能在开悟记中每一句的佛法意义，使学佛之人能在进一步了悟。菩萨好的，净慧法师你很有智慧，能把佛门念佛知识方法都彻底问到底，但愿将来你能替佛门弘扬佛法真理，使众生能离苦海。也记曰：第一句我诚心诚意念佛诵经的功德，第二句诚修建或修饰阿弥陀佛金身佛像，使它格外庄严美好。第三句再用这功德回向上报父母、众生、国家和三宝等四
众恩德。第四句愿下济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众生的苦恼。第五句如果有人看见我念佛诵经，或者闻听见我念佛诵经的。第八句希望都能发起上求佛果、下度众生的善心来。第七句等我功德圆满，临终寿命完时。第八句恭请大家或大千世界众生一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按句解释就是这样。再接第八句既有二种重大的意义。第一，是说我们修行念佛之人，为了往山西方净土，绝不是求功名、富贵、事业成功等，一切为人间的利益。第二，是说我们念佛修道之人，是为了教度一切众生脱离苦海，绝不为己利益打算。明白了第二种意义，不管是念佛诵经、做任何善事，或代天宣化、行功立德，都必须存有佛心，这样诵回向记，可算是真正发菩提心学佛之人。